说中文的印尼人，为什么印尼的华人都不会讲中文？早期呢，如果你在印尼的话，我们印尼华人是大部分都会被叫做是Cina。我们从小的教育只允许我们学印尼话跟英语，中文它不算是一个必须去学的一个语言，因为早期这个语言是属于禁止的。印尼为什么会不让印尼的华人去学习中文呢？印尼其实在1945年就独立了，在独立之后，其实印尼的华人是可以学习中文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好多的华校、中文书刊、报刊啊之类等等的，都是还可以营业。那在1950年代开始呢，印尼就慢慢兴起了一个政党，叫做印尼共产党。印尼共产党的话呢，那个时候是仅次于苏联跟中国以外，全世界第3大的共产党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印尼国父苏卡诺先生，他是很支持共产主义的。但是在1965年9月30号的时候呢，印尼发生了一个建国以来第一次的排华事件。在网络上我看到大部分，如果你写中文的话，就是印尼排华，他会把这个列进历史当中。如果写成印尼文的话呢，其实他这个930运动不是说排华，我个人认为的话呢，它是比较属于反共，他要清理在印尼所有共产的党员或者是组织。也在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印尼就禁止了共产党。苏哈托一上任以后呢，他就更加努力的清理共产党员，也不要让我们华人保留一种你是中国人的一个思维，所以呢，他就干脆把印尼所有的一些中华文化全部都禁止。所以在1965年之后呢，我们印尼所有的中文学校、中文书刊、中文报刊、中文媒体等等，都全部被关闭。印尼当地的华人是不允许取中文名字的。